互人合作高雄上水的高山鱼市场，去年重新调整营运模式，环境虽然有变较水，不过却是无法度吸引固定的消费人潮。高雄市政府最近决定和业者解约，要重新招标，希望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带动人潮。下晡时来到高山鱼市场内面的单位，有一半拢无开，有民众咧困中岛。过去是互人合作高雄上水的鱼市场，即马煞是冷冷清清。高市府最近决定要甲业者解约，重新招标。新做业者表示讲，因为平常时人潮伤过少，甲假日比起来，鱼市场的业绩是差4-5成。因为阮感觉大人对于鱼市场的期望值拢有一点无啥共，那平常时嘛是较无人，因平常时坐船的人嘛是较少一点。没有计划好，那高雄市政府很多的建设都是这样的，有钱把它翻新，没有钱维护。高山鱼市场去年10月才重新开幕，嘛调整营运的模式，阁有鱼会市集。今年区公所阁伫高山渔港规排透天厝来彩花，不过鱼市场的业绩同款无较好。学者是认为讲，因为鱼市场的定位无够清楚，加上物件贵，建议市府爱做市场的调查，才知影消费者的需求。有名的咖啡店，你想要买到是好食、好啉。新鲜的咖啡，结果伊咧卖加工过的咖啡店，你感觉讲，敢若无啥共款？问题出伫这产品这所在。鼓山鱼市场委托私窃厂商继续经营管理，以增进市有财产营运效益。本局于113年6月19号公告标租事宜。公开招标的消息已经就网公告，25下晡，海邮局是带有意愿业者到场来了解鱼市场的环境，按算7月初10开标。记者钟立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